我们也再一次祝贺蛟龙号。那接下来呢，一起来看系列报道，走进西藏寺庙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带您走进位于日喀则南木林县的雍仲林寺。这是一座信奉西藏土生宗教本教的寺庙，我们一起走进它，去追寻源远流长的藏地文化。从大竹卡渡口驱车半小时，崎岖的山路让前往雍仲林寺的行程变得艰难。为了让僧人潜心修行，本教的寺庙多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交通不便阻挡了众人的脚步，却为寺庙带来难得的宁静与清幽。来到雍仲林寺，红墙金顶的建筑也许会让你以为来到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，但当转经筒被转起，逆时针的方向会告诉你，这里其实是一座本教寺庙。本教俗称黑教，是根植于西藏远古时期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，起源于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崇拜。佛教传入西藏之前，全藏区都盛行本教，其影响遍及整个雪域高原和周边地区，包括跳绳仪式等西藏许多的传统文化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本教。저당 그 출력 도마데 아주 보라 본거 출력대 가도 달래를 되나다 저당 아주 장종거는 돈바시라 보라 페피트 스티카서 저당 아주 돈바시라 그 달라서 다 이박 그롱 템바 잠도 마토피 아주 다나서 상나가리엔도 템바를 던데가 자 첨보가 건데 따라와 말이公元7世纪，扎根雪域的本教遭遇佛教传入的挑战。赤松德赞时期，兴佛译本的政策使佛教在藏族社会不断壮大，最终成为藏族人的主要信仰。在西藏，两种不同宗教相互碰撞，也相互融合，融汇了部分本教的文化与仪式后，带有浓厚地域特点的藏传佛教逐渐成型，而本教也吸收了大量佛教内容，形成自己的学经传统和学位晋升制度。兴建于1834年的雍仲林寺，单从重要性来说，在本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藏传佛教中的大昭寺。本教信众如今多生活在那曲、昌都以及四川康区等地，大多数信徒都选择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来到位于日喀则的雍仲林寺。由于在夏天来的人较少，平常寺里的大殿都被锁上，但只要有信众来朝拜，僧人们都会为他打开大殿。孟明桑珠一行5人花了5天时间从那曲骑摩托车来到雍仲林寺，抵达的喜悦让大家脸上看不到疲惫，只有满是灰尘的外套记录着一路的辛苦。除了虔诚的信众，来到雍仲林寺的人并不多。僧人们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本教经典。作为本教最重要的学经院之一，雍仲林寺的学经制度格外严格，能在这里取得学位，对于本教僧人而言，不仅是认可，更是荣耀。雍仲林寺的僧人至今仍保留着闭关修行的传统，每年2次，每次49天的闭关期间，僧人们将足不出户，在僧房里念经学习，一日3餐全由别人来送。僧房门前悬挂着柏树枝，表示着僧人正在进行闭关，这时任何人都不得进行打扰。远离尘世的打扰，雍仲林寺保留着属于寺庙的宁静。僧人们看似简单重复的生活，却传承着藏地最原始的文明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本教同样期待着发展与革新。당아주 쇼칸텐이 지가보도 마시나 아주 더럽고 비식선 거 그래 대저도 참말라 대가서 자유옛날에 얘기옛날에 때만나 대마신다가 르니 쇼칸테 그 돈이 대야보도 말람나 자와있나다 다도 지속거든 쇼쇼칸테 저다 옛날 자라지 다가 고마서 근데 이제 대간발한데 참 조정지 냠는지 야고지는 되거라 옛날에 당아주 더럽고 비식선 거도 대 르니 있나 나가 칸텐이 근데 쇼칸테라 대서 정말 맞지나 대양용인 거 말이 대저 당아주 자와있나 대 갑쇼라 대지 로타바 로탑지라 칸탑도 지겨요리 当您来到西藏，看到与藏传佛教的万字符方向相反的雍中图案，千万不要感到奇怪，这是一个属于本教的标志。在本教寺庙，请以逆时针的方向转动转经筒参观大殿。请记得，除了佛教，在西藏还存在着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——本教，记录着藏地的古老文明。